會嘅兒希個，咁就好似我哋正哥咁樣講啦，我哋分別有6大重點。第一個咧係加強監督嘅力度，監事會咧作為學生會、理事會同會員大會嘅監督角色啦，會繼續加強理事會同埋各屬會嘅監督力度。第二個係簡化申訴機制啦，監事會嘅發展係離唔開我哋嘅同學嘅支持嘅，咁為避免繁複嘅申訴同埋投訴嘅程序，令同學們唔可以去及時去投訴咧，我哋會簡化我哋嘅投訴機制。咁第三個，我哋會加強監事會嘅宣傳工作啦，我哋會定期印製海報或者小冊子等嘅。咁第四個，我哋會建立網上嘅申訴平台，例如我哋會建立 Facebook 啦、人人啦、WeChat 等等嘅討論組，俾大家一個更加快捷嘅申訴平台。第五個，我哋會增強學校同埋學生嘅溝通，會致力於加強同埋改善學生同學校處理事情嘅透明度，及時喺網上俾 feedback 俾同學嘅。咁最後一個咧係監督總會同埋屬會之間嘅各項物資，同埋更加咁樣公平咁分配啲資金嘅。咁最後我哋希望我哋監事會可能會有好多做得唔足嘅地方，希望大家會多啲同我哋提建議同提意見，我哋會盡量為港大同埋澳門大學學生服務，希望監事會能夠幫到你哋同埋幫到大家。多謝。